啊，这是《坛经》里面呢比较难解的一段哈。还有那个转世成智，那里也是比较难的哈。接下来比较难的就是在下一品了哈。下一品在常无常义，讲到常无常那一段呢不容易了解哈。好，接下来第7位行思禅师，姓刘氏，吉安，吉州安城人了哈。吉州安城呢，就是现在的江西吉安县。闻潮汐法席盛化，进来参礼啊，听到这个潮汐呢说法的席次非常的盛啊，所以就来到这个潮汐来参礼六祖，遂问曰：当何守物即不落阶级？我应当怎样做才能不落阶级？啊，渐次的渐教啊，渐次的修行了。那么六祖呢就反问他：汝曾做什么呢？你曾经做了些什么呢？啊，行者讲：圣谛亦不为啊！不要说凡事不放在心上，我连菩提涅盘也没有啊，也就是不起凡圣见了。已经不起凡圣见了，所以我们不要说圣事凡事。你有圣事有凡事之分，你就弃不了圣谛。那行师他，我圣谛亦不为，不要说凡事，我圣谛也不放在心上。师曰：若何阶级？你圣谛都没有了，都不起这个菩提涅盘也没有了，不起凡圣的见解的，那你还落什么阶级呢？已经不落阶级了嘛。曰：圣谛三不为，何阶级之有？哦，行师对啊，我圣谛三不为啊，我心清净极的，一心不乱啊，我哪有什么阶级？还有什么阶级呢？哦，所以他来到六祖这个地方啊，可以说已经还没来之前就开悟了。来六祖这个地方，是希望六祖给他做印证了。哦，那么师生弃之啊，令师守重，守重就是班长了哈。六祖对他非常器重啊，让他当班长。这个圣谛不要错解哈，圣谛不是四圣谛哈，就是菩提涅盘就是圣谛，菩提涅盘。我们不要说，哎呀，我这个四圣谛也不为，不是四圣谛。这里的圣谛是对凡来讲，熟谛叫熟谛啊，圣谛熟谛啊，圣谛都不为了。如果说你把它解释成四圣谛，四圣谛是有次第啊，须陀洹、阿那含，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，啊，难道菩萨没有次第吗？十定、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等觉，那也都是次第啊。所以